来看德鲁库经营酒店昨半暝着火哦，赶紧疏散旅客甲员工，有5个员工送病院。因为经营酒店去年4月初3大地震了后，这个月10日才恢复营运哦，所以嘛，互外界是真关心。一个接到太鲁阁山区的经营酒店发生火灾，新秀地区的消防人员快速派遣3个分队去抢救。好在在第一时间，酒店的人员已经家己把火拍花，嘛快速疏散96个住客，也有110个员工到大门口。自己的消防编队他们去有尝试扑火，有几个就是可能有吸到能源比较不舒服、头晕的这样。我们现在是还在整理。这件火灾是伫10日暗时10:48分发生的。酒店的员工伫并地下室三温暖的时阵，发现航箱着火，有随油水线灌救嘛快速得到控制，不过也是有5个参加拍火的员工呼吸道无爽快，互人送去病院观察。那我们到的时候，他们已经有4到6名自卫消防编组的员工拿消防栓的水袋跟苗子在进行灭火，那火势已经被它控制下来。自动洒水系统跟警报系统也有作动，那所以那个火势并没有延烧到其他地方。因为太鲁阁经营酒店伫去年4月初3地震了后休业，才无简单准备好1月10日复业，随着发生火警，互外界真关心。对这代志，业者是讲事故的原因还佫伫鉴定。目前在顺除了三温暖以外，酒店的营运一切正常，也有予住客关怀，而且当日的大班费全部免费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